罗马书第9章，我讲真心话，我是属基督的人，唔会讲话了。我的良心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也证明我无讲话了。我十分优秀，我的心一直痛到讲唔得。为到我的同胞，我的骨肉之亲，就是我本身本上帝主主同基督隔切，我也感恩。基督是以色列人，上帝的选民，上帝赐基督子女的名分，如何分享其的荣耀？上帝同基督立约，赐基督法律，基督地按样般敬拜上帝，也接受了其的应许。基督是从族长的子孙，就血统来讲，基督同基督是强族，愿统治万有的上帝永远得到颂赞。阿门。我唔是讲上帝的应许已经落空，因为以色列人无全部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无全部是其的真子女。上帝是对亚伯拉罕讲：唯有对以撒出家，将算是你的子孙。这就是讲，世人生育所讲的，某一天是上帝的子女；唯有对上帝的应许来讲的，将算是上帝的子女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按样讲的。时机成熟的时，我爱倒转来，撒拉会将一个来的。唔单像按样，利百加嘅两个来的，也是对强一个阿爸，就是爱豆嘅先祖以撒来讲的。总是为到爱表示其照自家嘅旨意，已经显现其中一个来的。上帝对利百加讲：太个来的爱服侍世界来的。佢讲这句话嘅时，基督还忙出世，还忙行善，也是作恶。可见上帝嘅显现是照其自家嘅旨意，同基督嘅行为无关系。就像圣经所讲：爱惜雅各，闹以所。按样，我就做得讲，上帝无公平，是无？当然做唔得，因为其实对摩西讲：我爱怜悯骂人，就怜悯骂人；爱痛惜骂人，就痛惜骂人。可见上帝嘅显现，唔是照人嘅心眼，也是打病，是照其嘅怜悯来嘅。圣经地背，上帝对埃及王讲：我立你做王，是爱用你来彰显我嘅权能，本我嘅名传遍天下。按样讲来，上帝爱怜悯骂人，就怜悯骂人；佢爱本骂人硬頸，就本骂人硬頸。可能你會對我講，既然按樣，上帝樣辦還做得怪人，罵人能抵抗佢嘅旨意啊？總係朋友啊，你係罵人，樣辦敢唱上帝嘅話呢？非嘅樣辦做得對錯佢嘅人講，你做嘛嘅錯愛唱按樣呢？敢講小費師傅無權拿奶來錯佢所愛錯嘅東西嗎？佢敢做唔得用強團奶來製錯兩隻器皿，一隻貴重嘅，一隻普通嘅嗎？上帝所做嘅也係按樣，佢愛顯示佢公義嘅法權，彰顯佢嘅權能，總係佢要愛用耐心寬容佢法權嘅對象，就是佢哋本來應當愛打爛嘅器皿，同時佢還愛將佢豐盛嘅榮耀
對外頭來顯明，外頭係其憐憫嘅對象，係其所依庇愛接受其榮耀嘅人。外頭唔單槍係其對猶太人敵對，也係對外邦人當中呼召出來嘅。這就是其在何西阿書第8所講嘅。本來唔係愛子民嘅，愛愛稱其做愛嘅子民。本來愛無隔異嘅邦國，愛愛稱其做愛所設嘅。頭擺愛是對其條講，伊條唔係愛嘅子民，總係掠下，伊條愛稱作永生上帝嘅子女。關係以色列人，以賽亞是太上顯講，以色列人雖然像海沙咁多，總係只有剩下嘅少數人會得救，因為主愛當家要徹底來審判全人類。又像以賽亞頭擺所講，那唔係主萬軍嘅元帥為我哋留下一條後台，我哋做就像所多瑪、老俄摩拉一樣咯。安樣，我哋愛樣辦講呢？外邦人本來無尋上帝嘅義，殺人為先來成做義人，總係以色列人追求通過法律來成做義人，反轉無達成目的，樣辦會安樣呢？因為佢哋唔靠信心，反轉靠行為，結果就跌在嘅絆腳石當中。像聖經所講，看啊，我在石岸放一塊絆腳嘅石頭，係會使人跌倒嘅大石頭，總係信靠佢嘅人就唔會失望。